咁今日咧，我會透過脈輪嘅角度咧，去了解你邊一個脈輪可能儲存咗啲匱乏嘅能量啊，或者另外一個方向就係你邊一個脈輪咧，會令到你有更強嘅豐盛嘅吸引力。歡迎回家覺醒嘅靈魂，我係 Venus， 覺醒之家伴你成長，助你開展靈魂使命。訂閱加入我哋一齊同行成長，助己助人，療癒人生。今日靈食係用神諭卡睇你邊一個脈輪可以加強你嘅財運同埋豐盛嘅流動。好多學生、好多觀眾咧都會想清除佢哋匱乏嘅能量啦，想加強財運，可能係想有更好嘅生活啊，想財富自由去周圍玩啊，或者係照顧家庭啊，或者係償還債務咁樣。咁今日咧，我會透過脈輪嘅角度咧去了解你邊一個脈輪可能儲存咗啲匱乏嘅能量啊，或者另外一個方向就係你邊一個脈輪咧會令到你有更強嘅豐盛嘅吸引力，有更強嘅貴人嘅緣分，或者有更強嘅創造力，令到你創造金錢嘅機會啊，或者係創造賺錢嘅機會，吸引更多嘅客源啊，或者吸引更多副業嘅收入啊咁樣。而家有3張卡，你可以揀其中一張去聆聽你嘅訊息。如果你覺得想揀多於一張都冇問題嘅。第一組嘅朋友，你抽到嘅係多看大格局，滿月在射手座。咁第一個感覺咧，你會見到呢張卡咧，其實係偏紅色，同時咧，我會覺得佢有少少偏紫色或者係粉紅色嘅。一開始咧，我會諗係咪海底輪咧？但係其實望清楚少少咧，你會知道咧，其實佢都同時講緊粉紅色同埋紫色，即係心輪同埋靈性啲嘅脈輪，可能係頂輪或者第三眼啦。我會覺得咧，你嘅行動力源於你對於未來嘅視野嘅高度。咁呢個意思係咩咧？就係你行動之前唔好咁急。或者咧，唔需要太介意自己係咪一個拖延嘅人，因為某程度上咧，你嘅靈魂咧係中意睇定啲先行動嘅。喺你做決定之前咧，俾多啲時間，俾多啲空間自己去思考啦、計劃啦，同埋瞄準啦。因為你會見到咧，呢一度有一支弓箭啦，某程度上你咪想象到射之前咧，如果你要精準嘅話咧，你都會係好專注喺瞄準你嘅目標啦。咁所以點解咧，你會卡關或者係一啲瓶頸處咧？某程度上係源於完美主義，但係完美主義咧都代表咗咧，你對於做一件事情係好有責任心啦。你對於自己嘅人生要行嘅路咧，你係好想好清晰啦，同埋好精準啦。你唔想浪費時間，你唔想浪費金錢，你唔想浪費任何嘅資源喺一啲唔適合你嘅嘢上面啦。咁我會覺得咧，呢方面你有你嘅執着嘅。咁所以當你做一啲決定嘅時候啊，當你揾工啊、轉工嘅時候，你就容易咧係有好多嘅時間喺思考啦、糾結啦，或者係內耗上面啊。咁可能你會覺得呢啲係唔好啦，或者你好想快啲走出呢一啲嘅階段啦。但係其實呢一個時期咧，係你嘅靈魂需要嘅。你可能係需要一啲長嘅時間去計劃啊，同埋看清自己。我會覺得你增加豐盛啊，同埋療癒匱乏嘅方式咧，都係耐心。俾自己一段長嘅時間去睇清楚，其實你喺邊一度啦，同埋你要行去邊一個目標啦。因為你係一個咧好了解自己嘅人嚟嘅，你嘅靈魂其實係你唔想咧係行差踏錯啊，或者係花咗咁珍貴嘅人生喺一啲錯嘅事情上面。咁某程度上咧，唔係個個咧都好似你咁，對於自己每一個體驗啦、每一個工作啦、每一個身份都咁有責任心嘅。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你嘅優點，同時亦都係你人生嘅重量啦。我會話係某程度上，你會對於自己有時會唔耐性啦，會覺得點解咁耐都做唔到決定啊，或者點解咁耐都揾唔到我真正想要嘅嘢啊。我會 feel 到你內心咧係有好大嘅優點，但係同時咧呢一個優點對你嚟講係一種重量，即係有時候你會覺得自己對於事情嘅執着係緩慢咗你嘅腳步啦，阻礙咗你嘅決定啦。咁所以有時候咧，你都
對自己係有少少又愛又恨嘅感覺嘅。你嘅匱乏啦，可能就係源於咧過去大家對你嘅唔耐心啦，或者係對於你需要更長時間嘅呢個需求咧，係有一種壓抑喺度。因為有時候咧你要慢工出細貨噶嘛，但係呢個世界嘅人總有一啲人咧係好焦急啦，或者係對於行程咧係好需要有掌控感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咧，你而家可能變成咗一個唔想邀請人哋幫助啊，好獨立嘅人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源於其他人可能對於你嘅思考嘅節奏啦，或者係做決定嘅一啲想法啊、價值觀啊，曾經係有人唔認同，或者佢哋冇用一個你好需要嘅方式啦，你需要嘅理解或者你需要嘅耐心去了解你嘅話咧，你就會覺得同人哋合作啊，或者係同人哋分享你嘅需求係一種麻煩啊，或者最終咧可能你會被傷害啊，或者最終對方都係唔明白你或者幫唔到手嘅時候，咁點解我要開口去請人哋幫手咧？咁樣，咁所以某程度上咧，我會覺得你要療癒嘅就係對其他人嘅信任啦，同埋允許其他人了解你嘅需求嘅。咁呢一方面咧，同第二張卡有關嘅。你第二張卡咧係抽到 Listen to your heart。你咪見到呢一隻獨角獸咧係有一個流動嘅頭髮啦，咁同埋咧上面都有一條蛇捲住咗個樹咁樣啦。咁樹好多時咧都係關於穩定嘅關係。你對於穩定嘅關係咧，或者係互相相愛啦，或者係互相信任嘅關係咧，內心有一種嘅恐懼，或者殘留咗一啲創傷喺度嘅，有一啲懷疑喺度啦。咁就同我啱先提及嘅嘢就係你揾人幫手嘅時候係咪真係好自然、好自在咧？定係你會好驚又麻煩到人啦？或者咧係自己係咪真係值得被幫助啊？或者人哋真係會唔會花時間、花心力、花體力去幫助我呢？其實內心係咪唔願意成為一個脆弱嘅人呢？即係當人哋幫助自己嘅時候，某程度上我哋要呈現脆弱，我哋要係接收幫助、接收愛嘅嗰個人嘅時候咧，呢一個脆弱嘅狀態，或者放低我哋嘅身段啦，可能或者呈現一個女性嘅能量，會唔會對你嚟講係有困難呢？係咪一直以嚟都係自己撐住，一直以嚟咧都係自己幫助自己，所以咧冇咗一種揾其他人幫手嘅慣性啦。我覺得佢第一句咧俾咗一啲嘅啟發我 ，Awaken psychic abilities。我諗起緣分呢一樣嘢，有時候咧唔係因為你需要咧嗰個人先幫你，而係佢係翻嚟報恩嘅。或者佢係想透過幫你去學習一啲靈魂嘅課題，但係你拒絕啦，或者你係唔願意去邀請佢幫助嘅時候咧，你哋之間共同嘅呢一個緣分或者呢一個共同成長嘅契約咧就完成唔到啦。咁所以有時候我哋可以換一個想法，就係點樣增加我哋豐盛嘅能量啦？點樣增加吸引貴人嘅緣分咧？就係可以嘗試主動少少去揾人哋幫手，或者咧去邀請一啲人咧去幫助你，或者俾一啲機會你。其實唔係你要得太多，而係你啟動緊你哋本身互相成長嘅嗰個緣分，或者係嗰個契約。咁你可以用呢一個嘅心境咧去睇揾人幫手啦，或者係去尋找機會嘅呢一個做法。咁呢個咧就係俾你嘅信息啦。哇！我突然間見到一樣嘢喎，我啱啱抽牌嘅時候係咁擺兩張卡。其實某程度上咧，我覺得你嘅目標咧已經對準咗你呢一個星星啦，你呢個目標啦。咁但係咧，你又會見到我啱先就話咧，你要到達呢個目標咧，首先要 listen to your heart， 聽你嘅心啦，呢個流動嘅能量啦，內心要同人哋有個共振啦，同埋允許啲愛流入嚟啦。咁最終咧喺星星下面係咩啊？就係對關係嘅信任，對於其他人嘅一種支持你嘅力量啦，係抱持一個開放嘅心境，允許其他人咧係幫助你成長。要療癒呢一個對於關係或者對於其他人幫助你同其他人咧表達你需求嘅嗰個創傷或者係嗰種嘅抗拒啦，最終你就會到達呢個星星啦，就會顯化同埋到達到你想要嘅豐盛嗰個目標啦。如果你係第一組嘅話咧，邀請你留言個士多啤梨嘅 emoji 啊，因為呢個真係好似咧草莓月亮啊！
如果你都好想咧學習神諭卡咧去幫自己解決一啲人生嘅卡關啊，或者你想試下自己係咪真係有呢個靈性天賦咧，都歡迎你嚟我哋嘅神諭卡通靈體驗課。我好多學生咧由零開始咧都可以學到一啲技巧咧去幫自己解牌嘅。到時見啦。咁我哋嘅解讀就嚟到呢一度啦。如果你中意呢個信息，可以俾個 like， 亦都可以記得留言一個士多啤梨嘅 emoji。咁我哋就嚟到呢一度啦。下次再經過啦，送俾你好多愛同埋平和，拜拜。第二組嘅朋友，你抽到嘅係呢一張牌，勇敢地跨出第一步。我會覺得咧，其實你都信任高維度嘅指引啦，已經做咗某啲嘅行動，亦都係走出咗你嘅 comfort zone， 你嘅舒適圈噶啦。但係點解我努力咗一陣，都仍然未見到起色，或者係未見到我嘅目標嘅？即係好似咧，你而家行緊船啦，明明個島應該就到噶啦，點解個邊都未見到嘅？或者淨係見到個好細好細嘅島，究竟我要再揸幾耐船先可以到達呢？我有一種咧感受到你係兩頭唔到岸嘅一個狀態啦。除咗呢個月亮俾我呢個感覺之外咧，其實棵樹都俾我感覺到呢一個嘅能量，就係點解你淨係見到個樹尖，見唔到個完整嘅一棵樹，或者見到成個森林嘅咧？你會覺得而家咧淨係知道要點樣行每一步，但係你唔知道自己去緊邊一度，或者高維度本身咧一開始引領你行嘅嗰股希望咧逐漸消逝，令到你覺得而家好似有啲迷茫，亦都有啲不知所措。感覺上喺一個過渡期裏面啦。咁我哋呢個解讀本身係用脈輪嘅角度去探索匱乏同埋豐盛啊嘛。而家我會感受到咧就係你嘅頂輪啦、第三眼啦，係冇一開始你踏出舒適圈嗰陣時咁活躍啦，有少少迷惘啦。但係同時咧，我覺得呢張卡咧其實係提醒緊你一樣嘢。你會見到呢張卡咧係偏頂輪同埋呢個第三眼輪嘅顏色嘅，就係你覺得咧呢件事嘅前進啦，你覺得豐盛啦係要靠靈性嘅一啲練習，或者係要靠你嘅第三眼啦。但係事實上咧，係要靠你嘅海底輪嘅。你會見到呢個信息係勇敢地踏出第一步啦，係咪？咁意思係咩咧？就係你已經知道個方向啦。高維度想你而家咧係專注喺做事實幹上面，因為即使你已經知道咗個目標，某程度上可能你真係需要一大段時間咧，係真係揼磚仔，真係會起屋啦，同埋係搞掂你個根基。而呢個過程係咩咧？係無聊嘅，係重複嘅，係冇啟發性，亦都見唔到希望嘅。因為某程度上咧，你已經見到一間屋起好之後好靚喺你嘅腦海裏面，但係佢一定會經過一啲醜陋嘅過程，就係例如好似起屋咪要嗰啲混凝土啊，要搭磚啊。你嘅希望、你嘅願望、你嘅夢想咧，高維度係呈現咗俾你睇啦，但係嗰個係final 最終嘅結果，佢就冇俾你睇咧中間嘅辛酸啦，嗰啲血汗啦，嗰啲嘅辛勞咧就唔話俾你聽。咁高維度通常都係咁樣呃我哋落答嘅。咁啊呢個講得比較有趣啲啫。但係我想表達嘅就係，我哋嚟到地球咧，某程度上咧都係有啲身水身汗嘅過程嘅。咁呢個過程咧就係海底輪會幫我哋執行一啲重複啦，同埋行動層次嘅嘢。咁我會感受到咧，你而家咧就係可以放低少少咧，對於你靈性嘅感應啊，或者係顯化嗰方面嘅嘢，係集中喺此刻望一望你嘅地面，你而家可以行嘅步伐，你而家可以執行嘅行動係啲乜嘢？咁好多時咧，我真係會叫學生話：你而家望下你隻腳啊！你會即刻咧從好飄啊，或者係好靈性嘅角度咧翻嚟地面接地。咁我會覺得咧，你而家係增加豐盛嘅能量啦，或者係增加一啲財運嘅方式咧，真係去接地啦，同埋去發現你而家有啲咩能力，你而家有啲乜嘢可以做嘅行動咧，係去幫你行出你嘅卡關點啦，行出你嘅迷惘點啦，或者真係去草地裏面咧踩下泥啊，將你內在一啲唔平衡嘅一啲能量咧係排走咗佢啦，做一啲接地啦，令到你嘅思維咧冇太多混亂嘅能量喺度。我感受到你而家係實幹嘅時期，就好似咧
你喺一個森林裏面迷路啦，你一直會見到北極星，但係咧，你都真係要 keep 住自己繼續行咧，你先會離開嗰個迷路嘅森林，去到一個村莊又好，或者係到達你嘅目的地又好，或者係揾到另外一個探險者或者森林裏面嘅人又好，都係要你不斷地行，不斷地行動咧，你先會轉變到此刻嘅境況嘅。咁你第二張卡抽到嘅咧係呢一張 Oneness。第一眼我會見到呢個網絡啦，就係我相信你嘅迷惘咧，可以透過你嘅 network、你嘅朋友、你嘅關係裏面咧，得到一啲新嘅啟發嘅。咁所以此刻咧，我覺得你唔好自己煩惱一啲事情啦，多啲去聽人哋嘅故事啦。Oneness 係講緊咩咧？就係其實你嘅煩惱可能好多人都經歷過，同埋人哋可能都好願意去分享佢哋嘅資源啦，好樂意咧去幫助你啦，或者咧係好願意咧去幫你化解你心裏面嗰種不安啊，或者需要陪伴嘅情感啦。你身邊嘅朋友咧，其實比你想象中咧更加願意同埋更加有能力咧去俾到新嘅啟發你嘅。咁所以假設咧，你會覺得吓，我已經唔知道要行啲咩步伐咯，我真係唔知點做喎。咁咪嘗試將你嘅情況分享俾你嘅朋友聽，然後聽下佢會點樣做。有時候我哋卡關係因為咩咧？就係因為我哋內在嘅智慧咧係唔足以解決而家呢個問題。點解問題會帶嚟成長咧？就係因為我哋想解決呢個問題，自然就會尋找智慧。咁當我哋嘅智慧大於呢個問題嘅時候，問題咪會消失咯。或者你話身邊都冇人明白我經歷緊嘅嘢喎，咁我哋可以點咧？可以睇一個 YouTuber， 同你嘅性格有啲唔同，或者平時咧佢都俾到啟發你嘅。第二咧就係可以睇一本書，嗰本書咧唔一定要同你嘅問題相關嘅，可以係其他嘅故事書、小説，睇一個 Netflix 又得。我自己就咁噶啦，我一迷惘嘅時候咧，我心裏面咧想逃避喎，咁我會點咧？我咪睇到劇咯。但係睇嘅時候咧，我係享受其中之餘咧，我都允許一啲新嘅想法係進入我嘅思維裏面。唔好笑我啊，因為咧每次我睇完劇之後，我真係會有好多新嘅啟發。而呢啲啟發咧，你係冇期望佢會幫到你個問題，但係佢又真係咧可以幫你搭到個橋，去解決你嘅問題。咁你睇翻呢個網絡啦，即使我哋個問題喺呢一度 ，Netflix 嘅劇喺呢度，佢本質上咧都係相連嘅。咁所以我哋煩惱嘅時候咧，唔需要覺得我而家呢個問題咧就喺我嘅眼前，成個月亮咁大啊，我一定要解決佢，唔係嘅話咧我就過唔到呢一關噶啦。咁不如又諗下，其實我哋解決問題嘅方式咧，除咗係正面咧，係迎擊你個月亮之外咧，亦都可以走一走彎路，或者係兜一兜圈咧，去到達你想要嘅一個結果嘅。有時候會唔會係我哋對於解決問題方面咧，有一個固執喺度咧？我哋可以用好多嘅創意，令自己唔好喺一個卡關嘅狀態咧，你就好接近解決嗰個問題噶啦。因為當你嘅思維咧卡住喺某個問題嘅時候咧，其實佢係解決唔到佢嘅，所以可能你去放鬆下，同朋友出去傾下偈、玩下，或者睇一段笑片咁樣，你個腦突然間咧多咗一啲資源咧，去幫你化解你本身卡住嘅嘢。咁所以 Oneness 咧，我會覺得第一啦，就係你可以去揾你嘅朋友，睇下會唔會有啲新嘅睇呢個事情嘅角度啦。第二就係你可以去參與，或者係去睇一啲娛樂性嘅嘢啦，令到自己咧係有啲新嘅側面嘅啟發。我會話係第三，你可以睇一本新嘅書，或者睇一個新嘅 YouTuber， 令到一啲新嘅 energy 咧可以去刺激你嘅思維咁樣。咁呢個咧，我相信就係去補足翻咧你而家頂輪同埋第三眼輪嘅迷霧啦，因為有啲新嘅嘢，我哋先會有新嘅創意啦。然後咧就係要記得，不斷地行動咧，會帶動你嘅豐盛嘅能量，因為行動咧會帶嚟流動嘅感覺，而流動嘅感覺咧，自然就會帶嚟一啲新嘅機會啦、新嘅能量啦，同埋生機啦。我會話係
好，咁呢個咧就係俾你嘅信息。如果你都想學習神諭卡去幫自己解讀嘅話，歡迎你嚟我哋嘅神諭卡通靈體驗課。從零開始嘅新手咧，都可以從呢一個3小時嘅工作坊裏面咧，係得到一啲啟發，同埋得到一啲技巧咧，去幫自己解牌嘅。希望到時見到你啦。如果你中意呢個信息，可以俾個 like， 亦都可以留言一個獨角獸嘅 emoji，去讓我知道你係第2組嘅朋友。咁我哋就傾到呢一度啦，下次再傾過啦。送俾你好多愛同埋平和，拜拜。第3組嘅朋友你好嘛？你抽到嘅係呢一張卡，艱難嘅週期接近尾聲啊！我相信你真係一個好努力嘅人啊，因為通常我抽到摩羯座嘅時候啦，我都會見到咧，其實佢係一個好努力嘅山羊啦，或者咧我會感受到咧，佢喺一個環境咧係一個高山嘅環境，或者係比較唔算係好豐盛嘅環境，即係唔係好多樹啊。高山通常都係禿禿地㗎嘛，個環境你會見到呢個月亮都係啦，即係有啲暗沉嘅啡色啊，好似泥土嘅顏色，比較乾旱嘅感覺啦。我會覺得可能呢個有2個嘅信息啦，我收到。第一就係可能你嘅成長環境裏面咧，未能夠滿足你對於心靈嘅需求，可能係情緒需求或者係靈性思維嘅刺激。咁我會覺得咧，可能你嘅成長嘅環境啦，或者你工作嘅環境咧，都未能夠俾到你一種好強烈嘅共鳴，令到你持續咧好似 focus 喺一個肉身或者物質層次嘅生活，但係咧一直內心咧有種枯竭嘅感覺喺度。咁呢一個枯竭嘅脈輪啦，我覺得可能係海底輪啦，或者係你嘅心輪嚟嘅。海底輪就係因為你持續咧係一個好努力嘅人啦，你亦都好盡責地做好自己啦，甚至咧你可能會有少少剝削自己啊，或者自我犧牲嘅一個傾向，就係因為咧你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啦，同埋生而為人咧係好有承擔感嘅。我覺得你係咁，所以你嘅海底輪咧可能長期俾你運用嘅時候就係一個枯竭嘅狀態啦。咁你嘅匱乏咧就係你一直想要嘅嘢咧，可能喺你嘅環境裏面咧冇一個適合嘅源頭，即係可能嗰啲人又未必係同你一樣有靈性嘅追求嘅，或者你嘅伴侶或者你嘅原生家庭咧對於情緒嘅需求咧又未必俾到你好多啦。咁所以當你內心係一個高敏族啦，或者你係一個比較靈性天賦高啲嘅人啦，靈性敏感啲啦，或者對於神秘學啊 UFO 又好有興趣嘅時候咧，又冇人可以同你傾喎，咁你就會覺得好似有一種孤獨嘅感覺啊，或者係枯竭嘅感覺啦。咁我就會覺得咧，你一直以嚟經歷嘅呢一種內心嘅壓抑啊，或者內心嘅一種自己一個嘅感覺咧，宇宙係知道同埋見到，同埋我覺得你都漸漸咧去發現到自己呢樣嘢，並且咧你好似想去選擇或者係揾到一個新嘅社群，係可以滋養到你嘅內心心靈嘅。雖然呢個係一個枯竭嘅一個月亮啦，同時佢係一個滿月嚟嘅。某程度上咧，你而家咧漸漸係敞開你嘅心扉啦，歡迎一啲新嘅能量進入嘅。好多時我會講一句就係，你要首先倒咗杯入邊嘅嘢，你先可以裝新嘅嘢入嚟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咧，用完啲 energy 唔係唔好嘅，係代表咧你有一個敞開嘅心靈啦，或者你有一個大嘅空間咧去歡迎新嘅能量。咁所以大家唔需要驚匱乏呢一樣嘢，因為某程度上匱乏咧就係你發現咗自己有個空嘅杯，而你未知道點樣去裝入新嘅能量啫。咁呢一個過程要點做咧？就係歡迎一啲新嘅能量進入自己，帶住一個好奇嘅心啦，帶住一個主動嘗試嘅心啦，或者帶住一個咧，我想改變嘅心。某程度上咧，我哋點樣從匱乏去到豐盛咧？就係我想試新嘢。咁呢個點解會流動落去你呢個杯入邊咧？就係海底輪嘅上面一個輪咧，係福輪啊嘛。福輪咧係水元素嚟嘅。咁當你允許你自己去體驗生命啦，你允許好奇心啦，你允許自己嗰股衝動啦，對於新嘢嘅嗰股動力呈現嘅時候咧，你個福輪咧就會開始轉動，你就會咧好似成為河流咁樣，有一種流動喺度。而呢種流動係咁樣嘅，你見唔見到啊？一有流動嘅時候，咪有嘢會帶入嚟我嘅身體入邊咯。咁所以你點樣令到豐盛之流喺你內在係運轉呢？
就係有一個好奇心喺度，唔需要驚咧，就係你開始做咗好多嘢，但係都冇得到你想要嘅結果啦。咁呢一步咧，我會覺得係你可以嘗試轉換你努力嘅方向，或者你轉換咧過人生嘅嗰種心境。我會邀請你多一啲咧好奇心啦，多啲冒險嘅心態啦，多一啲試下新嘢，但係咧又唔 care 嗰個新嘢會帶嚟咩結果嘅心境啦，去參加一啲新嘅活動，或者咧去同新嘅人傾偈。平時咧你唔會同呢個人講嘢嘅，但係今日不如試下問下佢嘢，又問下啊你點解中意呢樣嘢啊？咦，點解你中意似卡哇嘅？咦，點解你中意藍色嘅袋嘅？咦，點解你今日早咗返嘅？咦，你平時中意飲呢個咖啡㗎？咦，你中意玩呢個 game 㗎？點解啊？可唔可以介紹下？你可以嘗試咧去俾其他人講下自己嘅故事，你會發現佢哋講嘢嘅時候咧，冇你想象中咁難以接近啦，或者係你會發現，咦，原來呢個人都幾有趣嘅喎，發現我哋都開始傾到偈嘅喎。你可以咧嘗試咧，俾自己多一啲好奇心啦，多一啲同人連結嘅心，因為福倫其實都係同人連結嘅一個能量嚟嘅。我會覺得咧，令到你豐盛啦，令到你有更多新嘅能量嘅關鍵咧，係你嘅福倫。因為某程度上，我感受到咧，可能你嘅海底輪會偏攰少少啦，你嘅心輪咧會習慣咗咧係冇太敞開，或者咧唔算係好歡迎其他人進入你嘅內心世界嘅一個狀態嘅話咧，福倫可以幫到你增加你內在嘅一個流動性嘅。咁當你慢慢流動嘅時候咧，你內在嘅其他脈輪咧都會被滋養，去嘗試用一個比較溫柔嘅方式咧，去啟動你其他有少少阻塞嘅脈輪咁樣咯。好啦，咁咧你第二張卡咧抽到係呢一個 Divine Potential，同埋一個好金光嘅獨角獸啦。咁我會想講咧，其實我哋會有一個上心輪嘅。我有時候會見到自己嘅心輪或者上心輪係金色嘅。咁呢一個提醒咗我咧，就係可能你下一個目標咧，就係重新去敞開你嘅心輪啦。咁敞開你嘅心輪，點解會帶嚟更多豐盛嘅能量咧？就係心輪會令到我哋想去追求一啲內心渴望嘅嘢啦，或者我哋會覺得自己想做嗰樣嘢咧係好值得去做，或者我哋做嘅時候會吸引人哋幫助，或者我哋做嘅本身咧已經有好大嘅滿足感。咁所以咧，我哋一開始嘅時候咧，未必每個人都會達到就係我嘅行動就係我幸福嘅來源呢一個嘅階段，就係活在當下，當下就係幸福嘅所在啊！好多人會講呢句說話，但係唔係每個人咧都做到呢個咁 align 咁對準嘅狀態嘅。咁有時候我哋都會覺得啊，我行動到咗某個目標就會得到幸福啦。咁呢個會比較接近咧我哋日常會諗嘅一個思維啦。咁如果喺呢個嘅階段嘅話咧，你可以諗就係，其實有啲乜嘢係令到你真心想去追求嘅咧？我會覺得你人生裏面咧一直以嚟努力嘅方向咧，係咪真係向緊你嘅幸福前進咧？呢個係呢張卡咧想你去諗嘅嘢。無論你已經開始咗使命，或者未開始使命，你其實都可以不斷地去思考，我而家做緊嘅嘢，我而家行動嘅方式，我而家思考嘅態度，我嘅世界觀，係咪帶到幸福俾而家嘅我？我會感受到咧，高維度就係想你去諗嘅係，去 fulfill 自己嘅願望，去滿足你嘅心願。你嘅心願咧，可能俾你壓抑咗一段時間。我會想了解嘅就係，你而家嘅目標係咪真係源於你自己，定係源於你嘅身份呢？我分兩個情景去講，一個比較貼地少少，一個比較寧靜少少。第一個情景，假設你要照顧屋企嘅，可能你已經30-40歲啦。咁呢個時間咧，你就會覺得啊，屋企人就嚟退休啦，或者佢哋期望我結婚啊咁樣，你會諗啦，呢啲係咪你嘅心願呢？但係其實某程度上，如果唔係你嘅心願咧，你內心都會有啲壓力或者被催逼嘅感覺嘅。咁但係咧，身體咧係會回應呢一種能量，佢會想透過用行動咧去化解咗內心呢啲催逼嘅。咁所以咧，當我哋持續去回應呢一種唔屬於自己嘅願望咧，就會枯竭啦。因為我哋會覺得做嘅時候冇嘢會翻嚟，因為我哋唔係做緊一啲滿足心願嘅嘢。
咁所以呢一種枯竭咧，可能源於我哋嘅行動咧，唔係滿足緊自己嘅心願。呢個係第一個情景。第二個情景咧就係假設你已經係覺醒咗啦，你覺得自己已經係一個使命行者啦，某程度上咧可能開始咗你使命嘅副業啦。呢個又有嗰個新嘅身份咯，例如使命嘅創業者，例如我係解讀師，一個塔羅師咁樣。咁呢啲身份咧都會帶俾你壓力，都會消耗你嘅，都會令到你咧進入呢一個狀態。某程度上咧，我哋對於一樣嘢嘅愛咧，可能會有回落嘅情況嘅，包括你嘅使命。所以你會感受到持續嘅嗰種生命力啊，我會覺得係要做呢樣嘢噶啦，但係都會有迷茫嘅時期，或者我哋會有咧自我懷疑嘅時期，或者嗰種愛啊、希望啊，或者係啟發感啊，會有回落嘅時候嘅。咁呢啲時候咧，我哋就會覺得啊，會唔會係卡關啊、匱乏啊、瓶頸處咧咁樣？咁而呢啲時候咧，無論兩個情景，一個咧就係你唔覺得自己係一個好覺醒嘅人，你嘅人生都未係完全進入一個使命嘅環節，同埋第二個情景就係你已經進入個使命嘅環節，已經開始咗使命創業啦。其實都可以持續去了解，我而家做緊嘅嘢係咪真係符合我嘅心願呢？你可以去了解嘅就係，其實你有無限嘅可能性啦。其實高維度即使咧覺得呢個係你嘅使命，都唔代表佢限制你去做其他嘢嘅。無論你係咩身份咧，你都值得有一個假期喺度。而呢個假期，除咗係真係放假之外咧，亦都包含咗你思維層次嘅假期。就係我可唔可以喺思維層次暫時唔用呢個方式思考人生？我可唔可以暫時唔成為自己咧？你可以去扮下其他人嘅，你可以扮下你中意嘅學者，例如你扮下卡翁又得啦，你扮下哲學家又得啦，扮下你中意嘅 YouTuber 又得啦，扮下你中意嘅朋友，扮下你屋企人又得嘅。咩意思咧？就係我哋可以嘗試去透過成為其他人，去俾自己休息下。如果你想去更加做自己啦，更加自由啦，更多豐盛嘅能量，呢個35號卡啦，加埋係8啦。咁所以我會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嘅豐盛能量卡啦。我覺得高維度係話俾你聽，其實你有無限嘅可能性啦，你可以成為一個新嘅自己啦，你可以成為豐盛嘅自己啦。而前提咧就係唔好對自己咁高要求啦。發現自己攰嘅時候咧，俾自己去觸及一啲放鬆嘅能量啦，俾自己一啲休假啦，同埋相信咧宇宙咧係會喺背後支撐你嘅。無論你幾咁攰啦，或者係你幾咁努力都好啦，你嘅付出啦係唔會白費嘅，同埋你永遠都可以咧 channel。下載一啲能量去重新滋養自己，你唔需要依賴其他人，你可以喺內在咧令到自己豐盛嘅。即係有時候我哋未必即刻揾到一個可以同我哋傾偈嘅人噶嘛，除非 AI 啦。但係 AI 冇一種溫暖嘅感覺啊嘛。咁所以你可以透過咧係同自己對話啦，或者同你相熟嘅指導靈啊、天使對話啦。如果你有信仰嘅，可以同你嘅神啊、同佛祖啊、觀音啊對話咁樣咯。咁所以咧，你內在有好多嘅資源等緊你去召喚，隨時都會回應你嘅。如果你係第三組嘅朋友，我邀請你留言一個黃色嘅心心啊，代表你歡迎豐盛嘅能量進入你嘅人生裏面。如果你都想學神諭卡去為自己解讀嘅話咧，你可以參加我哋嘅神諭卡通靈體驗課，由零開始都可以學識點樣幫自己解決問題。好啦，咁我哋今日就傾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可以俾個 like， 我哋下次再傾過啦。送俾你好多愛同埋平和，拜拜。